台中成功3月路起步造成严重的伤亡，有一个伫百货公司边仔工地头一日上班的保全，予落来更帮喊着，公司会协助伊向成功来要求赔偿。这件意外有305个员工哦，佮有3500个专柜的厂商甲工作人员拢受到影响。劳动部是表示讲，头家应该着爱保障员工工作的权益。 工人伫吊车顶悬检查大楼的手面，要甲危险的物品随处理掉。起崩意外发生到打第5天，台中成功3月大楼的手面也是有可能会继续落物件落来。再去施工人员进行评估，看要安怎处理。那受伤的民众也渐渐在复原。等待星期2开刀处理完了。 这位伤者是边仔工地保全，迄当时伊伫咧工地外口交通指挥，想袂到互落来钢棒夹到骹腿严重受伤。一个42岁姓颜的保全是台南人，一个人来到台中食头路，想袂到头一天上班就撞到意外。第一天上班，第一天撞。他算你们的正式员工吗？最基本的劳健保一定要有，劳健保有的话，那职业灾害就一定有。 目前是有薪水的工价，也若劳工的权益，成功3月之前有强调，会确保305位在职员工的权益。不过受影响的也有3500多位，包括其他专柜美食街相关人员等等。劳动部表示，雇主爱尽全力安排因去到其他的场所继续上班，来确保因的权益。劳动部还是会要求这些雇主必须依照劳基法所列的调动原则。 优先将劳工安置到其他合适的工作场域。如果这些受波及的雇主最后还是因为气爆的停工导致经营困难，经过跟劳工的协议申请减班休息，也必须给付劳工最低工资28590元。劳动部表示，雇主若真正找无适当的地点互员工上班，劳资双方会当协商减班休困，不过要有劳工书面同意。雇主也要遵照规定通报台中市政府劳工局。另外，食过的员工薪水也袂当凭基本工资搁较低来确保员工的权益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